台南已经是全国上大的酸亚产区，虽然今年产量无往年的多，不过市长黄伟霆强调，只要大家想要吃，一定帮大家准备。所以市府持续办行销活动，传来民众对酸亚的产区走透透，嘛来提升农民收入。立刻上午伫玉井走尾农场，黄市长嘛亲自主持台南国际酸亚节的开幕式，包括农粮署长吴忠义。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峰等当面及贵宾拢到场，邀请民众来台南食上鲜上甜的酸亚。3、2、1，请揭开！哇，看到了我们非常鲜美多汁、我们好吃的芒果，另外还有我们的饮品。外销事实上多亏了我们农粮署还有外贸协会。努力的帮忙，让我们台南的芒果的通路能够打开，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也让知影呢，台南芒果原来这么好吃，这么维系好，这么好吃。那我们看到今年也打开纽西兰的通路，销售了1万多公斤，希望将来澳洲的通路，澳洲纽西兰隔壁通路也可以打开。我们吃纽西兰的奇异果，他们吃我们芒果刚刚好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说两国交流也是两国交流。台南国际酸亚节顶场，拄好拄到各界议论澳门暂停台湾酸亚进口一事，对此农粮署长甲外贸协会拢认为，咱的酸亚外销无受中国的打压，而是经积极拍开日本、韩国甲纽西兰等外销通路。今年呢，1182公吨里面香港占54%。1114，第二个是日本，日本是394公吨，占21%，第三个是韩国，374公吨，中国呢到昨天50公吨，降3%，所以从去年29%降到今年5%，大概5年就有中国减掉了。外贸协会会继续跟台南市政府跟农委会一起合作，把我们台南最优秀的芒果行销出去，让它变成我们的台南之光、台湾之光。开幕头一天，民众购票入场，除了有酸亚串冰通兑换，也阁有酸亚甜点的动手做等趣味体验，甲参观游戏，加上小农的市集单位以及精彩乌克兰特技表演，内容相当的精彩，民众拢讲来这抓真有价值。但新闻关注采访报道。